俗语讲，这国有保老母，立夏保老爸。意思是讲，24节气内面的这国有、立夏这两天呢，嫁出去的查某囝就要穿低卡面线，等来甲时大添岁寿。有人讲，这就是在地版本的母亲节甲父亲节。民众手提鸡卵糕，伫8月初8即天替阿爸过父亲节，但是真侪民众唔知影，伫24节气内底立夏即天，嘛是互人合作台版的父亲节。我买这个蛋糕庆祝。 因为今天是我生日，然后也是同样是父亲节。台版的父亲节是立夏啊，不知道。我们不知道立夏是父亲节，我们只知道8月8号父亲节要吃蛋糕。俗语讲，国有保老母，立夏保老爸，意思就是讲，伫立夏即天嫁出去的查某囝爱穿猪卡面线、鸭卵替老爸订补，希望老爸食猪卡骹腿会当勇行，食面线健康长岁寿，食鸭卵退壳赢好运。立夏 保老爸，伫立夏即天，伊会当转来外家，买一寡猪卡面线，鸭卵，来甲老爸庆祝一下。讲今仔日是立夏，我来甲你补一下，所以有人就会甲即天当作是讲咱传统上台湾人过的即个父亲节。台语老师嘛讲，传统是讲嫁出去的查某囝才需要伫立夏即天替老爸过父亲节，因为传统认为查某囝嫁出去了后，伫内家过了好，才有才调转来替爸爸过父亲节。嫁出去过了好，免互是大操烦，嘛是一种友好。也若8月初8是台湾的父亲节，不过国际上有真侪国家，包括美国、美洲、日本、欧亚、中国等等，大部分的国家因的父亲节拢是伫咧每年6月第3个礼拜日。记者狄阿选柯宾节台北报道。